終於把自己嘅產品打造出嚟啦。我會分成3個產品，一個產品係自媒體，第二個係同創業相關嘅，第3個產品咧係催眠療癒同埋心理諮詢。今日嘅視頻咧有啲長，如果你冇耐心睇完嘅話，可以選擇章節嚟睇。我都會把以上嘅產品分成一個系列咁樣分享出去，包括其中嘅一啲經歷，仲有解決方法，仲有我係點樣做嘅，亦都包括我用咩嘢工具，比如剪接工具、麥克風，仲有拍照或者錄視頻相關嘅一啲設備等等，我都會分享出嚟。我先講下點解我會把自媒體作為我嘅產品之一呢？呢3個產品其實呢係相關聯嘅。我喺入局自媒體呢個行業，並且成為博主，其實喺2012年嘅時候就開始啦。當時我作為一名代購，我相信喺13年前奶粉事件，好多人仲記憶猶新。當時我個女啱出世冇幾耐，而我又喺比利時呢邊。其實嗰時候我仲喺呢邊嘅語言學校學荷蘭文。啱好有朋友問我比利時嗰邊有冇有 BB 仔奶粉，我話有，因為我個女都係飲奶粉嘅。就咁樣開始咗我嘅代購事業，可以講作為我接觸互聯網嘅一個跳板。所以從嗰時候開始，我慢慢接觸互聯網嘅各大平台，就而家我哋所講嘅公域平台。我去嗰啲平台上面揾一啲客戶，其實我好感激佢哋當時好信我，同時佢哋都發各種信息俾我，我自己呢去幫佢哋搜索佢哋想要嘅資料。有好多客戶只係發一張圖片俾我，然後我喺呢張圖片去揾相關重要嘅信息。我感覺就好似攞住放大鏡去將2張相似嘅圖片揾冇同之處，就係因為咁樣嘅鍛煉，等我對信息好敏感。比如你俾一篇文章我，或者一個圖片，或者咩資料都好，我好快就能喺其中揾到核心嘅關鍵信息，然後憑着呢個核心關鍵信息喺網上再一次進行搜索，然後就會得出更多有用嘅信息。而呢個技能呢，並冇係1日2日可以練出嚟嘅，你必須要長時間不斷咁去練習。喺裏面仲有另外一個能力，就係自學能力。我覺得好多成功人士佢哋嘅自學能力好強，並且主動性都好強，因為佢哋一旦發現有用嘅信息或者講關鍵嘅資料啦，佢哋會主動出擊去揸住呢個機會。所以其實我嘅自媒體之路呢，係從2012年開始一直到今日，可以講係話自媒體道路上已經有10幾年嘅經驗啦，並且好多項目我自己都有觸達過。就好似美妝博主啦、生活 vlog 博主啦、長視頻、短視頻我都有錄製過、發佈過，同時亦都包括公眾號支付嘅寫作博主。我而家亦都做緊我自己嘅博客，我有自己嘅博客頻道。咁呢個係我自媒體領域嘅一啲項目。咁前2日雷軍就發佈咗2025年嘅年度演講，我睇咗上半場。其實我係第一次睇佢嘅年度演講，佢話今年嘅演講已經係第6次嘅年度演講啦，但係我之前從來冇睇過。今年有幸睇咗上半場，感觸好深，所以我想借佢嘅年度演講主題分享一下關於我自己嘅自媒體系列產品同埋接落嚟嘅經驗分享同埋具體步驟。佢年度演講嘅主題係拒絕停滯，敢於破局，始終相信更美好嘅明天。我嘅代購呢係從2012年到2019年嘅7、8月份結束嘅，然而喺2016年同埋2017年之間，我係先從記筆記開始嘅。我當時呢註冊咗知乎啦，仲有小紅書。喺知乎上面發咗一篇關於寶寶奶粉筆記，仲有小紅書上面發咗我代購嘅一啲護膚品筆記。其實我當時都冇知要寫咩㗎，但係我只知道將我所知道嘅、我所了解到信息全部分享出去。冇想到嗰篇奶粉筆記好多人收藏同埋點讚，亦都有人私信我，因為得到咗正反饋，就更確定自媒體嘅道路上能有所作為。唔好話成功啦，因為當時都仲未做起身。咁接落嚟呢，係喺2018年年初嘅時候，我就開始研究點樣先可以擴大自己嘅客戶圈，點樣將我自己代購嘅一啲相關信息分享出去，等更多嘅人嚟揾到我。我當時就係得一個目標，就係擴大我嘅客戶圈。所以呢，我去研究各大平台嘅嗰啲博主。我當時對標嘅係油管頻道嘅中長視頻博主，我睇佢哋點樣拍嘅，視頻裏頭係點樣講話嘅，佢哋係點樣錄製嘅，仲有佢哋嘅封面係點樣製作嘅，佢哋用咩設備等等，我就憑住呢啲信息去搜索，得到咗更多相關自媒體嘅工具。就好似當時有一個係 VUE 嘅視頻，仲有剪影，而家可以講係剪影 1.0 版本啦。於是我喺嗰啲工具中呢，不斷咁去學習，大概學咗半年左右啦。喺2018年6月份嘅時候，我發佈咗第一個真人出鏡嘅視頻。咁當然喺呢半年當中，我其實都有自己嘗試過去錄製，但錄得冇好，而且好緊張，我冇敢望鏡頭，更冇敢去睇鏡頭裏嘅自己，因為我一睇到自己就好緊張，而且我會出現普通話講嘅口吃，
並且我要先打草稿同埋腳本啦。咁一句話我要反覆講好幾遍先可以講完整，我要錄好多次，每講一句話就停一停。咁所以喺後期剪接嘅時候係好難㗎。時呢我係以生活 vlog 博主嘅身份發布嘅一啲視頻。咁點解後面我又從生活博主變成咗美妝博主呢？係因為後來我發現生活博主嘅話，要幾乎每日或者一個星期至少發2到3個視頻。我嗰時候呢係冇辦法一個星期發幾個生活視頻。點解呢？係因為當時我生咗我仔仔之後，我感覺到自己有輕度嘅產後抑鬱，而且嗰時候呢屋企好困難，好多事情發生喺我身上，我要一個一個咁去處理同埋解決，並且嗰時候呢我又成日裝比兩個來回跑，咁我個仔我個女又細，我仲要照顧佢哋，咁所以其實當時我冇辦法落咁多視頻。但係呢嗰啲自媒體平台呢，佢哋要求你一周更新一次或者2到3次，但我冇辦法咁樣去頻繁去更新，所以呢我又改成咗美妝視頻。後面我又去學習去睇嗰啲美妝博主，佢哋究竟係點樣化妝嘅，用乜嘢粉底液，用乜嘢護膚品，用乜嘢眼影，點樣去畫眼影，點樣去貼雙眼皮貼、假睫毛等等，去畫口紅等等，好多細節問題都要一一去學、去模仿、去實操。但係呢嗰啲美妝產品並冇係一下子可以全部買晒嘅，因為當時我冇工作，我只能靠好微薄嘅收入去支撐呢啲美妝視頻。其實我都有考慮過做時尚博主嘅，因為對於穿搭方面我都比較在乎。但係時尚博主亦都唔係咁容易噶，因為你除咗會穿搭之外，你最好同一啲商家或者廠家合作，咁佢哋去俾你嘅服飾去做一個支持。如果唔係嘅話，你自己去買衣服，自己搭配，你諗下，你要花好大嘅成本去支撐。所以時尚搭配嘅話呢，我呢個係做唔到啦，我只能拍一啲平常我係點樣去搭配嘅，作為一個輔助啦。畢竟美妝同埋時尚搭配其實係連埋一齊嘅，你除咗嗰個妝容畫得好之外，你仲需要有衣服去搭配去支撐你嘅妝容，咁樣整體落嚟先會好睇。以前拍啲美妝視頻呢，其實我都隱藏起身啦，我冇有刪，只係因為後面我得去換另外一個賽道，其實都算跨行業啦，所以我把之前所有嘅美妝視頻全部隱藏起嚟，就留咗一部分。後面呢，我會分享點解我從一個美妝博主又換成另外一個賽道嘅博主呢？咁講咗咁多，咁到底應該點樣做呢？其實你仔細咁聽嘅話，你可以從中了解到我係點樣做嘅。如果你都想從事自媒體呢個行業嘅話，特別係而家短視頻，其實一啲都唔遲噶。我就係一個素人，我嘅主業就係喺家政行業做清潔工嘅。咁我2019年之後先揾到呢份清潔工作。呢一個呢，我會放喺我第2個產品創業項目裏頭，我會分享我點解會做清潔工啦，點解會從清潔工做到而家嘅催眠療癒師同埋心理諮詢師。咁下期呢，我會分享我嘅具體做法，我係點樣從0到1嘅。我相信如果你跟住呢啲方法做，你亦都可以從0開始，你亦都可以做到，因為而家就係最好嘅時代。就好似雷軍2025年度所演講嘅主題一樣，拒絕停滯，敢於破局。意思係話你想去做乜嘢就去學去做，先喐起身，唔好停滯不前，亦都唔好想住先完美布局之後再起步。喺呢個世界上係冇有任何嘢係十全十美嘅，只有等你做咗起身啦，你先至會發現問題，然後解決問題。要敢於破局。我係粵語 SP 催眠療癒師李家歡，記得留意我下一個視頻，到時我會分享具體嘅方法同埋步驟。咁下期見啦，拜拜。